大家好，今日係10月10號，佢係2026年嘅 DSE 得返181日。今朝6點半就出門口啦。點解咁早呢？因為今日係中六生涯嘅 last day 陸運會啊。咁啊，順便記錄下，睇下今年 last 一年陸運會會發生啲咩得意嘢啦。不過好可惜啊，今日成日反反覆覆又有陽光又落雨，所以就無無聊聊又放飯啦。放 lunch 嗰陣真係絕望啊！你睇下老麥又咁多人，吉野家仲多人啊！幾經辛苦啊，終於有得坐低食嘢啦。不過都真係好貴。但係老實講，嘢食質素勁得。食完嘢就到我嘅重頭戲啦，推圓球啊！唔知今年可唔可以打破我連續2年包艇嘅結果呢？呢頭講完真係出現變數啊！點解咁講呢？你睇我對鞋。不過學校教識我哋啊，遇到問題就千祈唔好退縮啦。Just do it！文社劉學謙，社和隊規，完了當如無意外。文社羅。第六係謝玉榮。恭喜晒！耶！人一鬥帽，我哋嚟啦喎！3、2、1，好啦，繞場去返中間玻璃門咧拍啊！請同學組。放學，拜拜 Miss，拜。放學。搞掂散水，星期一繼續，拜拜。